咁我哋今日好開心咧，有黃建甲牧師嘅基教事工博士論文嘅發佈會嚇。咁佢嘅論文嘅題目咧就係初顯成年嘅學習模式。咁佢今日咧亦會係用粵語咧，即係一個講座啦，用一個講座嘅形式咧嚟到將佢個論文嘅內容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咁佢嗰個嘅講座嘅題目咧就係 I 世代嘅學習模式。咁其實 I 世代即係等於初顯成年啦，係咪嚇？咁 I 世代咧就係指1995至到2011年出生嘅呢一批嘅年輕人。咁佢哋嘅無論佢哋嘅學習模式啦，佢哋嘅即係成長嘅背景啦，心理上邊嘅嗰個發展啦，都係同咧即係其他時代嘅人咧都有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哋點樣學習咧，都係一個嘅值得我哋去好好探討嘅一個嘅題目啊！尤其是喺教會裏邊咧，我哋做牧者、做教導者嘅，點樣嚟到幫助佢哋喺靈命上邊嚟去成長咧？咁係好需要嚟探討呢個題目。咁我哋喺今日呢個講座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大家先做一個嘅祈禱，然之後咧，我會介紹黃建甲牧師，咁咧佢會同大家嚟到分享下佢嘅論文嘅內容。真愛天父，我哋滿心感謝讚美你，主啊，你係生命同埋智慧嘅源頭，你喜悅我哋人嚟到去認識你、明白你，無論喺教會事工嘅範疇嘅，或者係喺聖經喺神學嘅範疇，多方面你都願意我哋嚟到去更多嘅嚟到去了解你自己嘅心意，嚟到明白你嘅話語係要我哋喺呢個嘅世代裏邊點樣嚟到去嚟到去牧養你嘅羊，點樣嚟到去傳揚你嘅福音，點樣嚟到去好好栽培弟兄姊妹門徒，成為主你所愛跟隨主嘅人。我哋為着黃建甲牧師佢過去呢幾年佢嚟到去研究呢一個好重要嘅題目，就係初顯成年佢哋點樣嚟到去學習，以至到幫助佢哋能夠喺教會裏邊喺呢一個嘅聖經教導上邊學習上邊點樣嚟到幫助佢哋成長。我哋為着佢嘅研究，為着佢過去嘅努力，我哋嚟到獻上感恩。今日佢要喺眾教會嘅面前嚟到獻呈佢呢一個嘅研究嘅成果，我哋為佢嚟到感謝天父你，亦都係求主你嚟到使用佢呢一個嘅研究，成為教會眾教會嘅祝福。我哋今日大家一齊嚟到喺呢度聚集，我哋一同嚟到去聽呢個講座嘅時候，求主你嘅靈與我哋同在喺我哋當中，讓我哋一同嘅嚟到去享受主你自己俾我哋嘅，亦都係一同嘅嚟到去互相鼓勵、互相學習，點樣嚟到更好嘅成為一個好嘅一個嘅教導者。多謝你，我哋就將以下嘅時間恭敬交託仰望。我哋嘅禱告祈求感恩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好，咁啦，容許我咧嚟到簡單介紹一下黃建甲牧師嚇。咁咧黃建甲牧師咧就喺舊年咧佢就正式咧即係嚟到喺基教神學院度咧嚟到去畢業啦。咁所以咧我應該稱佢做黃建甲博士啦嚇。咁黃博士嘅嗰個嘅事工博士嘅論文嘅題目咧係初顯成年嘅學習模式，咁佢係以咧係北約華人浸信會咧作為佢嗰個嘅研究嗰個嘅對象嘅。咁黃博士咧佢喺93年嘅時候咧移民嚟到多倫多啦，咁喺讀書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咧係開始咧對年輕人嘅福音事工係會有負擔，咁佢咧一路咧係喺唔同嘅教會嚟到去參與嚟到侍奉。喺98年嘅時候咧，佢蒙主嘅呼召咧就進入天道神學院嚇，咁先後咧佢係修讀咗咧呢一個嘅宗教研讀學士，以及咧後嚟嘅道學碩士，主修教務學同埋靈命塑造。佢畢業之後咧，亦都喺唔同嘅多倫多地區嘅堂會教會嚟到去擔任咧牧職。2014年咧就開始喺北約華人浸信會嚟到服侍，擔任粵語堂嘅牧者。咁而家咧已經係有11年嘅時間啦。咁因為黃牧師一直對青年成長咧有好大嘅負擔，咁所以咧佢喺攻讀我哋基教神學院博士學位嘅時候咧，佢亦都係選咗一個嘅題目，就係探討初顯成年嘅學習模式為佢嘅主題，希望咧能夠學以致用更有效嘅嚟到服侍年輕人。
咁黃博士而家咧係多倫多短宣中心啦、加拿大漢語聖經協會同埋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協會嘅董事。咁我將時間交俾黃傑格博士。多謝黃牧師，亦都多謝線上線下嘅朋友啊。咁今日希望能夠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就係初顯成年嘅學習模式。讓我哋一齊嘅睇一睇呢一幅嘅圖片先。喺呢一幅嘅圖片當中，你發現有幾多種嘅學習模式啊？你睇到或者你觀察到或者你感覺到嘅有幾多種唔同嘅學習模式啊？4種、5種，仲有冇啊？嗱，會睇到咧喺呢一個圖片裏面咧，起碼你會睇到有一種嘅學習模式係小組嘅學習模式啦，亦都會係用上咗呢一個嘅 AI 呢一個嘅線上嘅呢一個嘅學習模式啦，亦都會係用到你見到咧喺圖片當中咧，唔係全部都係一班嘅年青人嘅喎，喺當中嚟講都有好多係白咗頭髮嘅一啲嘅年長人咧，喺佢哋嘅身邊咧，係同佢哋一齊咧係同行嘅。咁所以咧，亦都係有一個所謂嘅輔導或者係師友同行嘅模式啦。咁另外喺當中咧，你亦都會見到咧，佢哋係喺當中佢哋亦都有啲人咧，佢哋會係響樹係自製緊，即係佢哋用緊佢哋自己嘅電腦咧，係響樹係 DIY 係自製緊一啲屬於佢哋自己嘅嘢。咁然之後從呢一個嘅自我嘅學習當中咧，係去發掘一啲佢哋自己嘅所長。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幅圖片裏面咧，至少能夠係睇到4種唔同嘅學習模式。咁呢一幅嘅圖片喺邊一度嚟咧？呢一幅嘅圖片咧，原來咧就喺 ChatGPT 嗰度咧，就係你將即係我就係為到今次嘅題目，我需要啲乜嘢，然之後我就打咗落去 ChatGPT， 然之後 ChatGPT 嘅時候咧就開始咧就俾咗一個初稿我，然之後我就住呢一個嘅初稿嘅時候咧，我話俾佢聽話，喂，呢一度小組呢一幅圖片嚟講，小組嚟講唔係咁多喎，好似要突出少少嗰個小組喎，咁跟住嚟咧，佢又再俾咗另外一個嘅圖片我，咁反反覆覆之下咧，呢一個係第3個 ChatGPT 俾我嘅呢一個嘅圖片。咁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咧，喺今時今日嘅學習嚟講咧，電腦或者係呢一個 ChatGPT 嘅呢一個人工智能嘅呢一個嘅應用咧，其實已經係開始係普及到喺個教學嘅當中。咁而點解有呢一篇嘅論文嘅出現咧？就係因為好記得我入職嘅時候咧，我當其時我係做青少年嘅工作嘅，咁我就好奇怪啦，因為即係喺我印象當中嘅時候，青少年對聖經學習嚟講，可能嗰個態度都會比較上係冷淡啲。但係點解每一次我返主日學嘅時候咧，我都會見到係為數20幾人嘅青少年咧，佢係上同一堂嘅主日學。1年過去咧，係完全風雨情不改嘅。咁我於是乎咧就讓我產生咗3個不同嘅提問啦。第一個提問就係究竟咩嘅原因讓呢一班北約華人浸信會嘅初顯成年佢哋參加或者唔參加呢一個嘅聖經學習咧？聖經學習係包括咗呢一個嘅主日學啦，亦都包括咗喺崇拜上面嘅學習，或者係一啲係團契上高嘅查經。另外第2個令我感覺到興趣嘅題目就係提問就係咁。北約呢一班嘅初顯成年，佢哋對老師嘅教學方法係唔係感覺到滿意咧？另外第3就係北約
初顯成年佢哋對唔同嘅學習模式，佢哋嗰個接納嘅程度又係點樣咧？當中有冇一啲嘅學習模式咧，係佢哋係較為接受嘅咧？咁首先當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個嘅研究當中嘅發現嘅時候咧，先嚟睇一個嘅定義。咁初顯成年好多人都 question 啦，究竟咩叫初顯成年咧？初顯成年咧就係指存在喺青少年同埋成年之間嘅一個嘅階段期，叫做新興初顯新興成年初顯期 （emergent adulthood）。咁美國有一位嘅社會心理學家咧，佢係將新興成年初顯期咧係定義為喺已經開發嘅國家當中，泛指18至到29歲嘅年輕人，係介於青少年同埋成年之間嘅一個嘅生命嘅階段。咁模式，乜嘢係模式咧？模式其實就係好似一張嘅建築嘅藍圖一樣，讓老師同埋學生係知道點樣係依照呢一個嘅建築藍圖去建築，而老師所教同埋學生所學嘅範圍咧，都喺呢一個嘅藍圖裡面啊。預期嘅效果會係點樣啦？實踐嘅方法究竟有邊啲嘅方法啦？咁都會係喺呢一個嘅藍圖裡面係展現出嚟嘅。另外一方面咧，模式亦都應該係存在住兩方面唔同嘅規劃。大嘅規劃係關乎成間嘅教會唔同階段信徒嘅嗰一個嘅成長，而細嘅規劃咧就係關乎主日學或者係聖經教導嘅規模，可以點樣係配搭整個教會嘅基督教教育嘅一個嘅模式。咁從研究當中咧，我發現咗係幾方面嘅事情。首先就係喺研究當中咧，係發現讓不約嘅初顯成年參加或者係唔參加聖經學習嘅原因有邊啲咧？如果係用5分嚟到做一個嘅滿分嘅時候，佢哋對於不約教會整體嘅評分咧係2分。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佢哋有參與外面嘅聖經學習，亦都喺有比較嘅情況底下咧，佢哋係作出呢一個嘅評分嘅。咁仲有一啲咧係認為咧聖經嘅學習咧係佢自己自修，佢自己自學就可以噶啦。咁所以咧就佢喺當中嘅評分只係俾2分。仲有嘅就係認為教會嘅聖經學習嚟講，滿足唔到佢哋嘅需要啊，因為佢哋同時間喺出邊有參加唔同嘅聖經學習嘅關係嘅時候，喺呢一個嘅比較嘅情況底下，佢哋就覺得不約教會俾唔到佢哋想要嘅嘢，咁所以佢哋嘅評分嚟講咧就係俾2分。而從呢一個嘅佢哋嘅評分嘅當中咧，係反映出不約華人浸信會初顯成年有幾方面嘅學習嘅特徵。第一方面咧，佢哋喜歡一個所謂多元嘅學習，即係話佢哋唔會係滿足於喺一間教會裏面單方向嘅一個嘅學習。佢哋會係喺出邊揾唔同嘅 resources，係去滿足佢哋嘅需要，去滿足佢哋嘅嗰一個嘅學習。所以佢哋其中一個嘅學習嘅特徵就係多元嘅學習。另外佢哋亦都係有部分嚟講，佢哋會係 prefer 呢一個嘅自學嘅一個嘅模式。佢哋係享受自己自我發現嘅一種嘅模式。另外，佢哋認為聖經學習嚟講係需要貼地嘅，即係所謂貼地係需要係對佢哋嘅嗰一個嘅需要，或者係對佢哋而家面對嘅嗰一個嘅處境咧，係有一啲嘅讓佢哋反思到，或者係讓佢哋係有所啟發嘅一啲嘅聖經學習。所以佢哋唔係再佢哋唔係再單單滿足喺究竟嗰一段嘅經文係點樣嘅解釋，佢哋係
希望能夠係從嗰一段嘅經文當中，能夠係發掘到或者係啟發到佢哋係有一啲嘅位係可以應用喺佢哋面對嘅處境同埋佢哋嘅生活嘅當中。咁另外關於第二個提問就係北約嘅初顯成年對老師嘅嗰個教學方法嘅嗰一個嘅意見。同樣喺問卷嘅當中，如果以5分嚟到作為呢一個嘅滿分嘅時候，佢哋對北約教會老師嘅嗰一個嘅聖經學習咧，整體嘅評分咧係2.5分。主要嘅原因咧係佢哋覺得北約嘅老師咧，佢哋預備嘅資料非常之豐富，但係佢哋用嘅方法嚟講咧係比較上係單調。但係有一點咧係好奇怪嘅就係，當佢哋俾呢啲嘅老師嘅評分嘅時候咧，有部分嘅學員咧，佢哋係冇參加過北約嘅教會所提供嘅嗰一個嘅聖經學習。咁我就問佢哋啦，既然你冇參加過呢一個嘅聖經學習嘅時候，點解你哋都仍然可以係俾到一個2分甚至乎係2.5分嘅一個嘅高分數咧？咁佢哋嘅回應就係因為佢哋熟悉嗰一個嘅老師，佢哋同嗰一個嘅老師有關係。佢哋認識嗰一個嘅老師嘅時候，所以呢一個嘅評分同時間係標誌住佢哋對呢一個嘅老師嘅認識同埋嗰一個嘅信任。所以從佢哋嘅評分嘅當中嘅時候，某程度亦都係反映出北約華人浸信會初顯成年有幾方面嘅學習嘅特徵啊。第一就係老師嘅嗰一個嘅資料嘅豐富。但係表達嘅方法嚟講，可能需要係調教得係比較上係有趣味一啲。而老師嘅角色嚟講，同時間亦都係不斷咁樣轉變啊，唔再係一個單向嘅直接嘅知識嘅傳遞，而係好似教練或者係輔導員嘅角色，係起着一個係鼓勵佢哋從自我當中嘗試去發掘，或者係擔起一啲嘅開導嘅一啲嘅角色。而從佢哋嘅評分嘅當中，亦都可以反映到一樣嘢，就係個關係嘅建立係非常之重要。關係嘅建立對佢哋嘅學習嚟講咧，其實係起住一個嘅激發同埋一個嘅催化劑嘅作用，因為佢哋從老師嘅嗰一個嘅身上嘅楷模嘅當中，就係激發起佢哋去學習呢一個聖經嘅知識。咁所以關係嘅嗰一個建立，對呢一班嘅初顯成年，亦都係絕對重要嘅。初顯成年較為接受嘅幾種嘅學習嘅模式，喺當中我分別列舉咗幾種唔同嘅例子俾佢哋，而搜集翻嚟嘅嗰一個嘅數據嘅當中咧，會發覺佢哋會係enjoy 喺一個群體學習嘅環境嘅當中嘅時候咧，有64%。而有62.5%咧，佢哋會係比較上係enjoy 喺一個直接傳遞學習嘅一個嘅學習環境裏面，亦都有62.5%嘅人咧，佢哋會係 prefer 就係好似頭先嗰一幅嘅圖片咁樣佢哋自己去設計一啲嘢。然之後，從佢哋自己嘅設計嘅當中，反覆嘅測試，去讓佢哋知道究竟佢哋嘅設計當中需要有啲咩嘅地方係需要不斷嘅改良。我稱呢一種嘅模式為一種嘅佢哋DIY 自我嘅設計嘅學習嘅模式。咁佢哋prefer 呢一種學習模式嘅當中咧，亦都有62.5%。而其中咧最大或者係最高分嘅咧，就係有佢哋當中有73%咧嘅初顯成年咧，都會係 enjoy 喺一個所謂嘅輔導模式嘅當中。乜嘢嘅輔導模式咧？就係老師唔再單純係擔當起一個直接傳遞知識嘅一個嘅角色，而係喺當中嘅時候，佢亦都同時間係擔起一個類似輔導員嘅角色，讓係去探討一下佢哋生命當中有啲咩嘅掙扎，
佢哋嘅生命嘅當中對呢一段嘅經文佢哋嘅睇法係點樣？然之後從當中嚟講就有一啲嘅開導，咁所以咧佢哋會係比較上係嚮往或者係 enjoy 喺呢一個嘅模式嘅底下。咁另外從呢一個嘅研究嘅當中嘅發現咧，就係有8種唔同嘅初顯成年嘅學習模式咧，係佢哋喺而家呢一個嘅世代裏面咧，係比較上係接受嘅。呢8種唔同嘅初顯成年嘅學習模式，包括第一種係一種多元互動、善用腦部發展嘅一種嘅學習。呢一種嘅學習喺近代嘅學習嘅理論當中咧，有好即係有好多嘅教育學家咧，佢開始發覺到呢一個人類嘅腦部發展咧，原來係同學生嘅嗰一個學習咧係非常之有關係嘅。例如喺好些嘅教育學家當中，佢哋就發現到或者係提出到呢一個所謂 VARK 嘅呢一個嘅學習模式嘅理論。VARK 係由紐西蘭林肯大學嘅教育學教授所提出嘅一個學習模式嘅理論，其中4個唔同嘅英文字母 VARK 其實係代表住佢哋腦裡面4個唔同區域嘅學習。一個區域係一個視覺嘅區域，就係佢哋對睇嘢嚟講咧，佢哋係特別敏感嘅。佢哋對所望到嘅嘢所接收，然之後引發佢哋學習嘅動機嚟講咧，係比較上咧係敏感同埋比較上咧係呢一個嘅接受嘅。另外 A 係代表呢一個嘅聽覺 ，R 或者係 W 係代表呢一個嘅讀同埋呢一個嘅寫。另外仲有就係一個嘅動覺。咩叫動覺咧？就係話佢哋唔會係滿足係坐低咁樣坐定定咁樣去學習嘅，即係佢哋會係中意坐低睇下，然之後咧佢哋就會行下思考下，然之後佢哋又會係從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嘅當中咧，係從呢啲嘅活動當中，佢哋係啟發到佢哋係有一啲嘅學習。咁所以從當中咧會發覺，原來初顯成年其中一種嘅學習嘅模式咧，佢哋比較上接受嘅咧，就係一個所謂多元同埋互動同埋善用佢哋腦部發展嘅一個嘅學習啊。另外第2種咧就係一個善用地域着重關係結連嘅一個嘅學習模式。從研究嘅當中所得咧，部分嘅不約嘅初顯成年認為咧，係有效嘅學習嘅關鍵嚟講咧，其實唔在乎喺地域上高，即係唔在乎你喺線上嘅學習，定係在乎你喺線下嘅學習，或者係在乎喺邊一度嘅學習，而係在乎嗰一個嘅關係啊。進入一個互聯網嘅世代嘅時候，初顯成年佢哋嘅一個嘅學習嚟講，其實係延長咗嘅。佢哋學習嘅途徑係變多咗，佢哋嘅學習嚟講唔再局限喺課堂裡面啊，而喺研究當中指出，無論網上嘅學習、實體嘅學習，受訪者大多數都認為有效嘅學習係首先係需要有一個所謂嘅關係嚟到做一個嘅基礎，透過學習同學生同埋老師係有呢一個嘅連結，透過呢一個嘅連結嘅時候，佢哋有生命嘅分享，而透過生命嘅分享當中，佢哋彼此能夠係得到呢一個嘅成長。另外第3種佢哋比較接受嘅一種嘅學習模式，係一個着重同埋天國門徒身份相稱嘅一個嘅生命嘅學習。喺初顯成年當中，大部分佢哋都係處喺一個身份認同上高嘅掙扎。佢哋面對住呢一個身份認同上高嘅掙扎嘅時候，佢哋應該強調嘅係一個門徒嘅身份。佢哋至少就應該喺呢一個嘅身份裏面係有一個嘅肯定。回顧昔日主耶穌基督佢嗰一個嘅教導嘅時候，法利賽人同埋
嗱，就曾經就過納粹呢一個問題咧，嚟到希望能夠係尋找主耶穌基督嘅話病啊！但係喺當中嘅時候，主耶穌基督佢提出咗一句嘅説話，佢話該撒嘅物應該歸俾該撒，神嘅物應該係歸俾神。換句話嚟講，就係話呢一樣嘢係屬於該撒嘅，就應該係屬於該撒。但係如果呢一樣嘢係應該係屬於一個天國門徒應該所做嘅時候，咁呢一件事嚟講就應該係歸翻俾神。所以喺當中佢哋處喺呢一個嘅身份上高嘅掙扎嘅時候，老師們點樣係讓佢哋係喺呢一個嘅掙扎當中重塑一個天國門徒嘅身份咧，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好一個係非常之佢哋願意去探討嘅一個嘅題材嚇。另外第四，佢哋比較上係接受嘅一種嘅學習模式，係一個着重處境化嘅對話嘅學習。呢一個研究所能夠帶俾不約初顯成年同埋主日學老師，係帶到俾佢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就係我哋唔係為到自己嘅榮耀，或者係為到我哋自己嘅事工而去學習。我哋係為到學生嘅益處，為到佢哋嘅成長而去教。同樣一班嘅學生嘅時候，佢哋唔係為到別人眼中一個基督徒嚟講應該點樣嘅定位而去學習，乃係為到佢哋自身嘅成長並且實踐嘅嗰一個嘅使命而去學習。所以無論係教學或者係學習嘅時候，嗰個着重嚟講，應該係擺喺學生佢哋嘅嗰一個嘅得着，佢哋嘅嗰一個嘅處境化嘅實踐嘅嗰一個嘅應用性。另外係一個同行嘅學習，喺初顯成年嘅學習嘅特徵嘅當中，佢哋大多數係拒絕一個所謂權威性嘅跟從，就係話我覺得你哋應該係咁樣。所以老師嘅角色嚟講，可能需要喺當中就有一啲嘅微調啦，成為一個同行者嘅角色。而呢一重嘅關係嘅建立，可以係一個同齡嘅朋友嘅一個嘅同行。同時間亦都可以係一個師友模式嘅一個嘅同行，亦都可以係一個跨代際嘅一個嘅關係嘅同行。另外，佢哋比較接受嘅係一個線上線下互補嘅一個嘅學習嘅一個嘅模式。隨住呢一個智能手機嘅普及化，喺新冠疫情嘅影響底下，僱主容許僱員喺屋企裏面嘅工作，呢一個嘅時間同埋空間嘅工作界線嚟講，係被消失咗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不約嘅初顯成年，佢哋認為任何上課嘅時間嚟講，其實都有佢嘅優點，亦都有佢嘅缺點。所以在乎嘅唔係嗰個時間喺邊一度學習，而係在乎學員自己有幾睇重佢哋自己嘅學習。換句話嚟講，無論係一個線上或者係一個線下嘅學習嘅時候，點樣去提高佢哋學習嘅嗰一個嘅自發性？呢一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嘅發現。另外第七，佢係比較接受嘅係一個群體模式，一個分齡或者係跨代嘅一個嘅學習嘅模式。對於群體模式嚟講，有學員覺得有佢嗰個嘅限制，就係喺分組嘅當中成員嘅組合，其實會直接影響到彼此之間嗰一個嘅學習同埋吸收。比如話，如果個群體嘅成員都係同一嘅信仰嘅階段嘅時候，咁可能效果就會比較高一啲。呢一個亦都係點解普遍嘅教會喺過去大多數都係採取一個所謂分齡牧養嘅一個嘅原因，亦都有認為，即使將唔同嘅年齡、唔同信仰階段嘅學員係放喺同一個群體裏面，其實亦都係好嘅，因為他人嘅豐富嘅經驗嚟講，正好係成為咗佢哋學習嘅一個嘅楷模。呢一個其實亦都係造就咗一個跨代學習嘅一個嘅機會。另外，
第八，最後嘅一個就係加進咗呢一個輔導元素嘅一個嘅教案嘅設計。喺輔導模式嚟講，能夠加深老師同埋學員之間嘅嗰一個嘅關係。但係要進行輔導模式嘅時候，你諗下，除咗需要係負責課堂嘅嗰一個老師之外，可能同時間亦都需要有一啲嘅輔導員係同佢哋同行啊。咁所以需要嘅人手嚟講，其實係加多咗嘅。需要嘅人手加多咗嘅時候，培訓亦都係必須嘅。所以輔導模式深受人喜愛嘅主要原因係佢真係能夠係收到一個度身訂造嘅一個嘅效果。過去我哋喺設計教案嘅同時嘅時候，可能係編排咗13堂，13堂對書卷嚟講都係有一個分段嘅內容嘅一個嘅設計。即係換句話嚟講，就係按住嗰一卷書係分成13段，然之後每一段嚟講都係針對住嗰一段嘅內容嚟到教。但係明顯對初顯成年嘅學習嚟講，其實我哋有冇諗過，其實亦都係可以將呢一個嘅教案設計轉變成一個係所謂1921嘅一個嘅課堂設計咧？就係有一堂嘅活動嘅課，然之後加9堂嘅呢一個嘅書卷內容嘅課，然之後有2堂係輔導嘅對話，去尋找佢生命當中一啲唔明白嘅地方或者係掙扎嘅地方，然之後再加一堂就係一個重點嘅一個嘅結論嘅一個嘅課程嘅設計。所以喺最後嘅時候，喺筆者呢一個嘅研究當中發現，初顯成年嘅學習模式其實某程度上係回應住佢哋所處身嘅嗰一個嘅世代嘅一啲嘅特徵同埋一啲嘅價值觀。所以如果我哋對現今呢一個網絡年代，只係關注話網絡年代嚟講有幾唔好，佢對教會係造成有幾多嘅負面嘅影響嘅時候，呢啲嘅負面嘅影響，例如好似人數驟跌咁樣嘅時候，咁其實我哋係冇認真對初顯成年所處身嘅年代去作一個深入嘅了解同埋探討。亦都正因為我哋缺乏咗呢一個深入嘅了解同埋探討嘅時候，我哋可能未來亦都將會失去咗呢一班活喺網絡年代嘅一群嘅初顯成年。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嘅研究嘅一啲嘅發言嚇，將時間交翻俾主持人。好，唔該。咁咧一陣間咧，黃博士咧，黃傑格牧師嘅論文指導老師咧，劉耀恩博士咧係會有一啲嘅回應。咁之後咧就會 open the floor 啦。咁就弟兄姊妹咧，如果有啲咩問題咧想問黃牧師，咁就可以咧歡迎大家嚟到提問嘅。咁佢頭先講嘅好似唔係好多，咁但係咧佢個報告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嘢咧係可以咧，即係我哋一陣間去發掘翻出嚟問下佢。咁咧我就好簡單介紹一下佢嘅論文指導老師先。劉耀恩博士咧，佢係美國3一神學院教育哲學嘅博士啦。咁劉博士咧，佢喺香港福音證主協會侍奉係好多年，而且咧係先後咧係擔任過國際福音證主協會北美事工嘅主任，同埋咧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嘅總幹事。佢亦都咧係曾經咧擔任多間神學院嘅客座嘅講師。咁劉博士咧參與中國培訓事工咧係好多年㗎啦，亦都係咧幾十年嘅經驗嘅一位嘅老師啦。佢係考察團聖地考察團佢係非常之有經驗嘅講師。咁佢而家咧係加拿大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協會嘅會長，亦都係北美華人嘅基督教教育促進會創會執行委員會嘅主席。咁劉博士咧，佢當然咧係我哋ICE 咧係我哋基督教教育神學院嘅老師同埋同工嚇。咁我將時間咧交俾Tina老師，咁佢會對黃牧師嘅一啲嘅佢嘅論文咧係有一啲嘅回應嘅。好，首先可唔可以請Brian 再放翻你頭先嗰張圖片啊？哇！
同埋更正一下咧，唔該，好，其實先盟嘅會長唔係我啊，係李牧師。哦，sorry，係其實我首先係要為黃博士去感恩嘅嚇，因為即係體會到咧，佢係用咗我唔知好幾年嘅時間咧，去完成今次嘅論文啊。咁其實係真係好唔容易嘅，即係睇見成個過程係佢嘅一啲嘅挑戰啦，無論係身體健康啊，又走過啊，又教會好多嘅工作，仍然可以堅持完成咗佢嘅論文，咁呢個係真係為佢感恩嘅。咁今日其實咧，我都想即係稍微去即係回應一下咧，其實一路陪伴住 Brian 一路走過呢幾年咧，其實最吸引我嘅一個嘅地方咧，就係嗰個題目嚇，即係首先係嗰個題目就係初顯成年啊，即係頭先初開始嘅時候，我哋就話係 I 世代，其實咧我哋在座各位都係喺 I 世代嘅裏邊噶啦，咁所以咧其實 I 世代咧唔係好能夠去即係表達某一個階層嘅一啲嘅對象，咁但係初顯成年咧呢個名稱咧，我覺得係即係好好嘅名稱，亦都係好被忽略嘅一個，可以話喺夾縫裏邊嘅一個嘅教會裏邊一個好重要一個嘅層面嘅一班嘅人嚇。咁就係好多時候，頭先阿 Brian 已經提過咧，就係18到29歲嘅呢一個嘅年齡層嚇。即係喺教會好多時候咧，我哋喺所謂教會已經大部分都係分齡事工嘅安排裏邊咧，都係集中講到兒童嘅事工啦、少年嘅事工啦、青年嘅事工啦，咁然後咧就好自然就去到成人事工啦，甚至最多咧而家就多咗好多教會去關注到老人事工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所謂初顯成年嘅呢個群體咧，其實係真係好被忽略嘅，因為佢哋喺一個嘅尷尬嘅群體嘅當中嚇，就係青少年，佢哋又唔再咁青少年啦，係因為應該大家都係即係所謂喺合法嘅年齡裏邊咧，就已經係成年啦。但係咧喺心態上邊咧，佢哋又未到完全一個所謂成人嘅一個嘅地步嚇，可以話係經歷緊一個嘅即係一個嘅 emerging 嘅一個嘅階段，就係慢慢喺度轉變嘅當中。咁其實當中咧，佢哋係面對緊好多嘅一啲心理上邊或者係社交上面好多嘅轉變嘅，因為可能係大學畢業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有好多一啲真係依個嘅年齡嘅嗰個時候咧，係好多唔同嘅適應同埋改變嘅。咁呢啲咧係需要有好多喺教育嘅層面上邊咧，我哋係需要有更多嘅一啲嘅關心嘅。咁我覺得呢個係黃博士能夠用呢個嘅題目嚟到去做佢嘅研究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好多人都被即係好多時候容易被忽略嘅一個嘅層面嚇。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佢去關注呢個嘅層面嘅一班人咧，係即係非常係有一啲好好嘅能夠去即係提供一啲好嘅研究嘅資料咧，俾教會嚟到去參考嘅。咁第二方面咧，我想提咧就係都好欣賞頭先 Brian 用咗依幅嘅圖嚇，依幅圖就唔喺佢嘅論文裏邊嘅嚇，咁而係咧可以話係依幅圖咧就係或者係稍微綜合咗佢論文嘅一啲重要嘅要點嚇。咁我又好欣賞即係佢用咗依幅圖咧，一來我去睇嘅時候咧，一來咧有幾樣嘢係冇嘅嚇。咁我哋去睇咧就係喺依幅圖裏邊咧，你係睇唔到所謂課堂或者係課室嘅廣東話我哋叫做課室啦嚇。我俾啲國內嘅人教訓我咧，就唔好用呢兩個字嚇，因為咧課室就即係有啲
監倉嘅意思嚇。咁所以咧，我哋要用唔好用班房，係唔好用班房呢兩個字，係用課室，即係教室、課堂嚇。咁呢度咧係冇乜，即係冇乜一個課室嘅設備嘅嚇，即係都係你睇下啲人咧都係即係到處都係。咁呢個亦都係所謂初顯成年嘅一個學習模式嘅一個嘅特徵，即係佢哋唔係好中意喺課堂裏邊，亦都唔會規限咗喺個課堂裏邊去學習。好多時候咧，個學習咧反而喺課堂之後嘅嗰個先至係佢哋真正嘅一個嘅課堂學習嚇。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喺我哋傳統嘅觀念上邊咧係有一個咁唔同啊。好多嘅教會係諗住啊，我哋夠唔夠課室咧嚇？我哋夠唔夠一啲嘅所謂課堂嘅設備咧咁嚇？咁但係其實即係頭先黃博士都提咗咧，嗰個重點咧唔係嗰度，而係好多嘅一啲嘅關係嘅裏邊。你睇下呢啲咧，冚唪唥佢哋都會係有啲唔同嘅一啲彼此之間嗰個關係。咁而呢幅圖咧，亦都另外一樣嘢冇嘅咧，除咗冇課堂咧，就係你唔容易去揾到邊個係個老師啊！嚇，即係喺呢度咧，係咪老啲就一定係老師咧？又未必嘅，真係嚇。即係你會睇到嘅時候咧，會睇到啊。雖然有啲所謂白頭髮嘅當中，但係嗰啲係咪就係老師咧？可能唔係嘅。係因為我記得我去讀書嘅時候咧，我係特登要染髮，因為我唔想即係俾人唔知道我係老師定係學生啊。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嘅學生咧都可能係白頭髮嘅嚇。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好難去揾到一個企喺前邊嘅一個老師啊，因為呢個就係嗰個嘅所謂初顯成年嘅一個教學模式裏邊一個嘅即係特別嘅地方咧。嗰個重點唔喺個老師嗰度，即係教育嘅學習咧喺而家呢個世代咧唔再喺個老師，因為以前就係個老師好有知識啊，因為年紀大學咗好多嘢，所以好有知識。但係而家你要知識咧，正如頭先即係黃博士都話，佢要揾嘢咧，佢咪上即係 ChatGPT 咯嚇，即係佢咪去 Google 咯咁嚇，即係咩嘢都會有啦，唔需要去問老師啊。即係其實網上好多嘅嘢已經係佢哋嘅老師，咁所以嗰個嘅重點咧就唔係再係一個嘅人嘅嗰度嚇，而係嗰個彼此嘅嗰個嘅關係，嗰個嘅交流，嗰個嘅互動嘅裏邊嚇。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喺黃博士嘅論文裏邊咧，係好係即係已經係提咗出嚟嘅。咁所以呢個嘅學習嘅關係咧，係一個彼此嘅影響，係一個嘅所謂頭先佢都提到嘅嗰個所謂師生同行，或者而家香港好興叫做咧係師友同行嘅一個嘅觀念啊，係大家一齊嘅嗰個關係嘅嚟到去彼此嘅學習。老師咧亦都喺同學嘅當中去學到唔少嘅嘢，所以同學嘅每一條嘅問題咧，其實都係幫助咗一啲所謂老師咧去更多認識到咧係同學嘅想法。佢哋嘅諗法，亦都可以從當中咧係學到好多嘅嘢。咁所以其實喺一個嘅初顯成年嘅呢個嘅學習模式當中咧，亦都有呢個嘅體會。咁我諗喺當中亦都係體會到咧，就係有好多係一班人一齊啦，小組嘅討論啦，2-3個人嘅傾偈啦。但係亦都有啲人咧係對住部電腦嘅嚇，對住個網絡嘅。咁但係咧，頭先Brian 都好清楚去提到咧，就係線上線下咧係要互動嘅。今日其實唔係再話咧係因為而家話已經變咗線上啦，所以就取締咗線下嘅活動啦。其實即係冇乜可能啊，因為始終咧我哋都係需要互補嘅，呢個先至可以話係將來嘅一個大趨勢。我哋需要了解網絡嘅一啲嘅好寬大嘅空間，亦都要去體會到網絡嘅限制，然後點樣可以係將地下嘅線下嘅一啲嘅面對面嘅見面咧嚟到去互補。
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未來嘅教育嘅一個大趨勢，唔係淨係諗啊我哋嘅課堂啊而家要冚唪唥搬咗上網啦咁，但係其實搬咗上網都可以有好多咧嘅方法咧，可以幫助大家去建立個人嘅關係嘅。網上都可以有小組嘅討論，至少可以建立一啲更多嘅一啲彼此嘅互動嘅機會。咁亦都可以有一啲實體嘅一啲嘅見面嚇。咁所以我所了解嚇，即係神學院亦都係要求咧同學一年就算網上嘅咧，都希望能夠有機會咧可以有啲實體嘅見面。咁呢個係非常需要嘅嚇，因為係一個線上線下嘅一個互動。咁呢個咧其實係即係將來未來教育嘅裏邊嘅一個大趨勢，就係點樣可以將線上線下咧都能夠互相嘅去配合，以至到咧兩者都唔會或缺嘅。咁頭先Brian 亦都提過咧一個所謂嘅一個嘅課程設計嘅一個嘅方式咧，就係用1921嚇。咁我覺得佢呢個號碼亦都幾好嘅，幾容易記嘅1921。但我諗未必係淨係單單用於一個所謂13堂課裏邊，其實每一堂課本身咧都可以成為一個1921嘅一個設計方式嘅，即係一堂課裏邊都可以有一啲嘅開始嘅所謂活動啦。然後亦都可以有一啲經文講解嘅一啲嘅重心啦，然後加上一啲嘅討論啦，然後加上一啲總結啦。其實1921咧，我諗亦都可以係成為好多教學嘅模式嘅設計裏邊咧一個好好嘅一個嘅方式嚇。咁亦都係好嘅，由嚟到去提出。咁 Brian 其實咧就主要嘅。今次嘅一啲嘅研究對象咧，主要係北約啦，尤其是佢係主要係針對到一啲可以話係香港背景嘅粵語群體嘅初顯成年啊。咁其實咧佢亦都留咗一個好大嘅空間咧，俾之後嘅一啲嘅弟兄姊妹繼續嚟到去做研究嘅。咁就係國語嘅群體又點咧？英語嘅群體又點咧？我哋又點樣嚟到去體會到呢一班英語國語嘅群體，佢哋嘅初顯成年，其實有好多嘅學習模式，可能都係好相似嘅，但係佢哋嘅處境唔係好同。正如頭先 Brian 都提過，處境係一樣好重要一樣嘢啊。咁佢哋之間，我哋又點樣可以嚟到去同佢哋嚟到去建立一個教育嘅一個嘅平台咧？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其實。Brian 嘅論文咧，亦都係可以話係成為一個嘅引線，幫助未來咧，希望有更多嘅同學咧可以繼續咧嚟到喺呢啲方面咧嚟到去研究喺初顯成年嘅呢個範疇裏邊咧嚟到去繼續嘅研究。咁其實咧Brian 嘅論文咧，覺得可以話係咧我希望唔係就係停咗喺佢嘅論文寫完嗰度就寫完嚇，因為其實應該仲成為一個未來教育一啲嘅探討嘅新嘅挑戰，就係話我哋可以睇見咧，其實初顯成年咧，而家係面對緊一個喺教會嘅群體裏邊咧，可以話係一個危機嚟嘅嚇。我啱啱睇咗一個嘅研究報告嚇，係訪問咗3萬幾個嘅美國啦嚇，主要係講美國嘅一個研究調查嚇，3萬幾個嘅所謂就係嘅主要係就係初顯成年呢個階段嘅一個嘅研究報告嚇，18到29歲嘅一個嘅年齡層，訪問咗3萬幾人，50個州裏邊嘅所有嘅呢啲人嚇，嚟到去睇到嘅結論，其中一個俾我一個好深刻嘅話，雖然佢話提到咧，你體會到今日嘅教會咧，的確係有初顯成年嘅加入教會，但係佢話你有冇留意到咧，就係一個入嚟，其實係走咗6個，一個入嚟走咗6個。
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嚟嘅，即係我哋可能咧話好興奮啊，教會唔係完全斷層啦，啊有一個初顯成年入咗，有可能入咗10個20個，頭先幫人提過佢哋教會有20個嘅依個年齡層嘅主學生，咁但係可能會唔會嗰啲喺教會一路長大嘅嗰啲嘅年輕人，其實係走咗120個咧？咁其實呢個嘅數目咧係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嘅。咁我亦都特登上網去睇下，即係一啲嘅對加拿大嘅一啲嘅研究嚇。即係網上話俾我聽咧，即係當然又係即係 AI 去揾嘅一啲嘅資料啦嚇。而家好容易嚇，就係話俾我聽，2014年咧去訪問加拿大人咧，有7點幾個 percent 都話佢哋係基督徒。但係2024年10年後嘅調查咧，就話而家訪問嘅咧係有53.3個 percent，即係 drop 咗10幾個 percent 10年裏邊。咁呢個嘅趨勢咧係會繼續嘅一路跌落去，越嚟越少人咧嚟到去話佢哋自己係基督徒。但係喺一個咁樣嘅呢個所謂初顯成年嘅一個嘅危機裏邊咧，其實亦都俾我哋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所謂契機嘅一個機會，因為即係我睇最近嘅嗰篇嘅文章，佢就去提到咧，佢話即係一個 Pew 嘅research 嘅報告，就話即係 America is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佢話美國咧係仍然即係我諗呢兩個名詞啊 spiritual 同 religious 咧，呢兩個字咧係需要我哋可能喺我哋嘅圈子裏邊係啱啱嘅了解係相反嘅嚇。即係其實咧佢意思係話今日嘅年青一代咧係仍然非常嘅注重靈界嘅事情，但係唔中意屬靈嘅事情。即係我哋嘅所謂屬靈嘅事情嚇，就係咧，其實佢哋唔想返教會，佢哋都唔中意返教會，佢哋亦都對教會咧係有好多嘅抗拒，但係咧佢哋會好追求一啲所謂靈界嘅事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契機嚟嘅。今日教會點樣可以喺我哋嘅教育嘅裏邊咧，把握住呢一個嘅契機咧，嚟到去把握住、幫助住、體會到佢哋嘅學習模式，而引導佢哋能夠嚟到係唔係返教會，係返到神嘅話語裏邊咧。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值得我哋繼續去探討、去更多去研究、去了解嘅一個層面。今日我哋體會到呢啲初顯成年咧，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嘅。即係年齡層啊，18到29歲呢個年齡層，啱啱開始離開中學啦，去到大學嘅裏邊係好容易去流失。大學畢業之後，會唔會返去教會咧？抑或喺大學嘅期間，佢哋呢個成人嘅成長過程裏邊，我哋可以捉住佢哋，佢哋仍然喺度探索生命啊！呢個就係佢哋最好想去睇一啲所謂靈界嘅事物嘅嘢，佢淨係好想去探索生命。但係我哋有冇人可以就住佢哋呢個嘅探索，把握住個機會嚟到去引導佢哋更好嘅嚟到去返去神嘅家嘅裏邊咧？咁所以我好希望咧，黃博士嘅論文咧，只係一個起點嚇，而能夠咧繼續可以有其他嘅弟兄姊妹咧，可以繼續嘅嚟到去喺呢個初顯成年嘅呢一個嘅群體裏邊咧，把握住喺危機當中把握住一個嘅契機，繼續嘅努力落去啊！其實教會有陣時係有啲可惜嘅，即係我所了解咧，黃博士而家咧就唔再係負責做青少年人嘅工作嚇，年紀又大咗少少啦嚇，工作責任又大咗啦嚇，所以又要做成人嘅工作嚇，甚至要做埋老人家嘅工作嚇，咁所以咧我希望
神學院裏邊咧，我哋可以有更多嘅弟兄姊妹可以真係可以繼續嘅接棒，或者甚至咧喺一個跨代代際嘅環境裏邊咧，不斷可以大家一齊去探討唔同年齡層嘅呢一個嘅學習模式嘅嗰個嘅彼此嘅配搭同埋需要，喺呢個嘅危機嘅當中咧，去揾到唔同嘅契機。呢個係我稍微嘅去補充黃博士嘅論文。好，唔該晒 Tina 老師啊，唔該晒 Pastor Brian。咁啊，再一次唔好意思，你同麥牧師剛才介紹啊 Tina 老師嘅時候咧，即係疏忽咗啊！好彩咧，我哋大家都係自己人。咁咧就而家咧亦都係即係開放呢一個嘅即係 Q&A 嚇。大家有冇乜嘢咧想問啊，黃博士？咁首先其實劉博士提到咧最後嗰一點咧，其實我都好有感觸㗎。即係好多時候喺教會裏邊咧，尤其是負責安排人事嘅牧者咧，好多時候會睇咧，即係佢個同工嘅年紀咧嚟到去決定究竟安排佢去做啲乜嘢。咁我覺得咧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錯誤。因為咧有時候咧即係。兒童部咧就哎呀嗰個同工年紀咁大啦，唔好嚟兒童部啦咁啊，又或者咧即係長者嘅嗰邊咧又話佢咁後生做咩要嚟牧養即係老人家咧咁其實咧係呢個咧，我覺得如果係睇同工嘅年紀咧，咁係嚟到決定嗰個人事上邊嘅安排咧，都係真係好似劉博士所講係好可惜嘅一件事嚟嘅嚇。咁我希望 Pastor Brian 咧，即係雖然教會安排你即係去做成年啊老人家嘅事工咧，都繼續即係關心 emerging adults 嚟到咧係多啲嚟到去幫助佢哋喺教會裏邊成長。好，我想睇下大家有冇啲乜嘢問題，咁咧就請Pastor Brian 你出翻嚟呢度啦。咁我哋咧有問有答。好。大家會唔會有一啲嘅問題？係。其實你頭先聽你講係錯呢啲嘅，其實俾我好好提醒啦。咁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你頭先講話初選成員係喺已發展國家嘅18至29，係。嗰個年齡階段我冇乜 question， 但我想問咧就係你當你特別係 mention 係18至29，唔係已發展國家呢個 qualification 嘅話，咁其實你覺得即係或者你研究啦，究竟呢一段係一個係發展心理學當中即係分咗好多年好多唔同嘅分嚟嘅咧，係一個在呢個比較細微呢個分割咧，定係因為啱啱呢一班人？喺佢成長過程當中，喺呢個世界整個學習環境啊，呢個社會環境，佢哋啱啱去 hit 到，即係對佢個成長嘅 impact，你知道呢一群人喺呢個年紀嚟到呢個，佢係呢種學習嘅模式，定係因為因為呢個人成長階段好似發展心理學咁樣，去到嗰個喺呢個階段需要咁嘅嘢。Patrick 同佢哋即係佢哋成長嗰個背景有冇關？我覺得呢一個係同佢哋嘅成長嗰個背景同埋佢哋成長嗰個世代嘅特徵嚟講咧，係有關嘅嚇。咁但係點解即係點解美國嘅呢一位嘅教育學家佢會用呢一個嘅定義咧？咁即係相信我要訪問翻佢嘅，我先至知道嗰個嘅原意嚇。咁但係如果據我去推測嘅時候咧，因為我從佢其他嘅文章我去推測佢嗰個嘅動機同埋原意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想講到就係呢啲嘅學習嘅模式嚟講咧。其實係同嗰一個世代嘅特徵嚟講咧，係好有關係嘅。咁而喺一啲已發展嘅國家裏面咧，其實係能夠係更加突顯到呢啲嘅世代嘅特徵出嚟嘅。咁相反係一啲係即係比較上係落後少少或者係未曾發展嘅國家嘅時候，佢哋所關注嘅未必會係呢啲嘅。咁以至佢哋嗰個社會特徵嚟講係變化咗嘅。
咁變化咗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呢一班 emerging adult 佢哋所關注嘅嘢嚟講，亦都係唔同咗咧？咁所以that's why 即係我去推敲嘅時候，呢一位美國嘅教育學家，佢可能佢係基於呢一個嘅原因咧，所以佢係作出呢一個嘅定義嚇。補充一下咧，我覺得主要咧係嗰個所謂18到29咧係佢嘅重點係18，因為好多嘅已發展國家咧係以18歲為成人啊。咁但係咧有唔同嘅研究，即係美國研究 emerging adult 嘅學者咧，嗰個上限咧係唔同嘅，即係有啲係會用18到29，咁反而就用咗呢個為一個嘅去調查嘅準則啫。有啲咧係emerging adult 咧，佢係講到30幾歲。咁其實嗰個反而係有啲即係變化嘅，因為即係唔同地區咧，即係可能都有啲唔同啊，有啲仍然仲係一個躺平期，咁所以咧未到嗰個地步，咁所以可能唔同嘅地方唔同，但係主要係因為嗰個18歲好多已經係公認係所謂成人，上限咧就好多係學者係用。其實可唔可以即係從即係剛才嗰個問題或者嗰個答案咧，可唔可以從兩方面去睇嗰個嘅內容，就係話其實嗰個發展心理學好，或者係另外一方面睇啦，即係其實係有主觀同埋一個客觀嘅因素，係嗰個主觀嘅即係兩種咧，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叫一個係一個嘅社會文化嗰個影響，譬如劉博士都講過，其實我哋個個都喺啲 I 世代嗰度嘅，即係呢個年代係咁樣嘅。但係另外一個嘅因素就係講到係唔同年紀嘅層，佢發展嗰個過程，譬如好似一個18或者到29歲嘅，佢係可能啱啱讀書或者啱啱進入社會，佢所面對嗰個嘅嗰個挑戰同一個40歲嘅人係唔同，但係40歲嘅人同樣喺嗰個呢個嘅網絡世界嗰度生存。咁所以我哋其實個個人都喺呢個嘅後現代社會受到影響嘅。不過我哋嗰個人嗰個生命嘅歷程咧係唔同，佢對嗰個回應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哋係唔同個年紀層，但係我哋喺個社會文化嗰個嘅影響嗰度咧係絕對受到呢個世代嘅文化影響。所以嗰個發展心理學好，或者從一個社會經濟學嗰個層面睇咧，其實係相互相一個外在一個內在嘅影響，而產生到呢種嘅學習嗰個嘅同嘅回應，因為一個40個歲嘅人喺呢種嘅學習模式入邊，可能有少少反個回應，可能少少唔同，但係喺個文化背景係一樣。係呢一個係當然嘅嚇，咁所以喺我今日嘅講座嘅結語嘅時候咧，我都提出咗一樣嘢，就係話嗱，大家試想一想就係10年之後，10年之後嘅時候，可能唔係處於一個 I 世代，個世代嚟講，可能已經係轉變咗。咁個特徵嚟講，相對地嚟講，亦都可能有10年之後嘅一啲嘅世代嘅特徵嘅出現。咁同樣地，如果我哋10年之後，我哋再去睇翻呢一班19至到29歲嘅呢一班嘅 emerging adult 嘅時候，咁可能佢哋當中嘅一啲嘅學習模式嚟講，亦都會係有所嘅變化咯。因為嗰一個嘅世代特徵已經係變化咗啊嘛，咁所以其實好似頭先阿李牧師所講係啱嘅，即係我哋同樣嚟講，我哋要係關注翻，即係我哋要係關注翻嗰一個唔同嘅世代嘅嗰一個嘅變化嘅一啲嘅特徵。即係呢一個先至會係為到呢一個嘅無論係教學嘅方法啦，無論係呢一個學習嘅方法當中咧，係帶嚟一啲嘅契機，或者係帶嚟一啲嘅發展上高嘅一啲嘅insight 嚇。OK，仲有冇其他嘅問題？
佢哋對我太仁慈啊。OK，可以再問個問題。好啊，你先。係啊，嗱，正話講到嗰個學習模式啦，一班18至19歲啦。其實咧嗱，我哋知道嗰個情況係咁樣嘅時候，但係唔係咁多嘅喺教主學嘅老師都有呢種咁嘅係裝備。其實點樣可以即係研究到出嚟啦？咁你點樣嗱？譬如好似你係，因為你係有個好處就係你喺北約嘅一個工，但係喺其他教會唔會有呢個嘅咁嘅優點㗎。我知道呢個報睇咗呢個報告，睇咗你個發佈會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教會能夠去有呢個呢啲嘅做教導工作嘅人員能夠可以實質上用到你嗰個研究嚟幫到教會咧？係咪鼓勵？我相信呢一個好在乎嘅就係我呢一個研究同埋神學院之間嘅嗰一個彼此之間嘅嗰一個嘅合作啦嚇，即係研究做咗出嚟嘅時候，咁同樣嚟講，我都好盼望就係喺神學院嗰一方面嚟講，亦都可以係有一啲嘅推動去到唔同嘅教會嘅層面。咁當然我自己亦都係私底下，亦都透過自己認識嘅牧者當中，亦都可以係有一啲嘅分享，咁以致呢一個研究嘅成果能夠係更加嘅普及化嚇。咁所以即係相信呢一個亦都非常之有賴係神學院嗰一方面嘅協助啊。首先好多謝黃博士嘅研究，幫助我哋好多。咁我想問一個簡單嘅問題，黃博士頭先講一啲研究嘅對象咧，請問佢哋有冇對你嘅研究結果有任何嘅決定？我仲未曾同佢哋公布我呢一個嘅研究嘅結果，因為要等因為要等中間嚟講，我一定要等所有嘅導師啊、院長啊 approve 晒、簽晒名，咁跟住好好再將我呢一個再做一個final 嘅一個嘅 editing 嘅時候，咁然之後我先同佢哋分享啊。你提到嗰個模式 VARK 係呢個模式，其實我覺得咧係喺任何一階段一個都可以用，因為每個人嘅學習模式都係唔一樣。有啲人你呢個畫面佢睇佢就明晒，你俾我睇咧，我唔知啱唔啱。咁但係有啲人咧，你要教佢嘅，你話佢聽佢實力喺邊個唔知嘅，你要帶我。咁其實呢四個呢個模式講到咧，其實咧喺我覺得喺邊個世界都識。不過好多謝班人佢係去揾到呢個咁嘅即係符合呢個世界啦。咁都係喺老師方面，我覺得如果我哋喺嗰方面即係加強我哋嘅知識，更加好啲。好。咁喺我嗰個教學經驗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有用到嘅，因為以前我哋有好多受訓啦，我喺北約嗰度教咗學噶啦，咁啊多謝班人俾我哋好多嘅受訓，咁我又上過天南嗰啲堂咧，佢又俾我哋點樣去揾啲材料啊，咁呢啲都係其中裏邊嘅一種嘅模式咯嚇。咁我覺得而家你講得好啱，嗰個 teaching 嗰個方法咧已經係唔流行㗎啦，因為好似天娜好多年前佢都有一啲嘅著作，佢話即係 feeding 或者你餵佢啊，餵佢食嗰啲嘢咧，一味餵嘅，咁而家已經尤其係年青人佢哋唔喜歡。咁我哋點樣喺呢一方面去走出呢個模式咧？所以就係不需要喺課堂上高唔同嘅主日學老師有呢一個嘅 realize 嘅時候，然之後再去喺課堂上高嘅時候不斷嘅嘗試，去讓佢哋亦都係體會到原來即
即係咁樣做有咁樣嘅呢一個嘅好處喺度啊。咁另外回應一下啦，點解我會係提出埋呢一個嘅腦部上高嘅發展咧？因為其實呢一個係喺基教神學院裏面咧一個受訓裏面咧，我自己非常之學到嘅一樣嘢。因為我記得係受訓寫呢一篇嘅論文開始以先咧，院長其實已經係提醒我哋，即係一篇好嘅 thesis 或者係一個好嘅研究嚟講咧，當然即係基教嚟講佔咗好大部分係基督教教育嘅元素同埋一啲嘅內容會喺入邊。咁但係同一時間嚟講咧，都要係參考呢一個社會學啊，甚至乎係一啲係醫學上高嘅一啲嘅見解或者係一啲嘅publishing， 咁樣先至能夠係做一個好同埋做一個係圓滿嘅一個嘅研究嚇。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教導或者係呢一句説話嚟講咧，其實一直都係提醒我嚇，直至到論文完結咗嘅時候咧，我都仍然係記得呢一句嘅説話嚇。以我自己係所謂老師啦，其實我唔中意嗰個心得嚟講，我覺得即係你教導方面你自己都有一啲去學習或者方面。咁啊，你點樣去將你嗰個信息彈出嚟嘅時候，唔係 teaching。我哋習慣咗長久以來都係 teaching 嘅 style，都會實有會實。我哋點樣學得係 coaching 啊？頭先就講話嗰個係道嘅形式。你唔係俾答案，我哋唔係俾答案，我哋係輔導帶佢去找尋答案。咁呢個係我一路嘅模式都係咁樣去同我哋學員啦一齊去發揮嘅。咁頭先講得都好啱，我覺得個 connection 咧好緊要，即係你同佢嘅私底下嗰個友情啊，大家彼此有接觸啊，我覺得好重要。多謝晒。好多謝分享。仲有冇咩問題想問㗎？你頭先提到嗰個1921嗰個模式咧，我覺得都幾突破。咁同傳統主日學課程嗰個設計咧係好唔同。咁我想問下咧，即係點樣譬如你講嗰個一係活動課啦，跟住有2堂嘅輔導模式，咁實際係點樣去操作咧？講唔講聖經咧？定係話淨係話同啲學生去 connect 去了解佢哋咧？咁係點樣去操作？嗱，我俾2個例子嚟到解答呢一個嘅問題啦。咁第一個嘅例子咧，就係正如好似頭先Tina 老師所講，呢一個1921嘅模式嚟講咧，唔單止可以係喺一個13堂嘅一個嘅設計裏面，喺每一個嘅課堂設計裏面，其實都可以用得上嘅嚇。咁當初嚟講，最起初點解我會有呢一個嘅 idea 咧？其實亦都係好多謝司馬啦，因為我記得有2次跟司馬去到呢一個嘅歐洲羅馬，係主持呢一個嘅青年人嘅營會嘅時候咧，我見到係帶領營會嘅老師嚟講咧，正正就係將每一堂嚟講係用咗呢一個嘅分佈。即係佢哋有佢哋有活動嘅時間，佢哋亦都有係講授聖經內容嘅時間。同一時間，佢哋亦都有分組係同埋學員有嗰個連結，去睇下佢哋嗰一個嘅掙扎同埋需要嘅時間喺邊一度。咁所以呢一個即係呢一個體驗嚟講咧，係深印咗喺我腦海裏邊。咁以至我喺後期嘅時候，我牧養一班嘅新移民嘅時候咧，咁我開始去設
為佢哋度身訂造一個為新移民而設嘅一個嘅福音班嘅時候咧，我就開始用上咗呢一個1921嘅呢一個嘅呢個課程設計嘅模式，去 develop 唔同嘅13班嘅一啲嘅福音班嘅課程去俾佢哋。咁所以亦都係唔係我就咁樣空口講出嚟，即係亦都已經係有實踐而帶出嚟嘅一啲嘅impact 係同大家分享嚇。頭先咧，黃博士都提到，我想問黃博士頭先提到咧，就即係點樣可以將你呢個研究報告能夠係即係同上學院方面配合，可以有更多教會能夠得著益處，或者周會長我諗我哋做研究啦，特別係呢個邊一類嘅定性研究啦，定性研究其中一個好主要嘅特徵就係唔能夠普及化嘅，因為咩研究聽咁所以我哋亦都係明白，好似頭先天娜老師講得好啱嘅，即係而家試咗一個教會有冇得情形，咁其他教會點咧？咁我呢個係值得我哋去再探討。咁當然我哋都明白。其實頭先有唔同嘅弟兄姊妹都有提到其實同世代都有可能有同樣嘅情況。咁其實呢個其實喺成人嘅培育裏面咧，我一路都了解有兩個嘅所謂界別啦。一方面係講世代嘅理論，就係按同世代咧有唔同嘅人出現或者需要唔同嘅方式嚟到進行教育學習。另一方面咧係話以人性發展作為嗰個分界線，即係話唔同年齡嘅人自動就係咁噶啦。咁其實呢兩類咧，其實都唔能夠極端咁我相信喺唔同嘅時代，可能係會有某一啲影響，但亦都有一啲嘅人係佢只係純粹喺年齡上邊會跟住所謂大隊，會受所謂出邊嘅世界各方面嘅影響。咁所以我諗喺Brian 嘅研究裏面咧，我相信係可以俾到我哋一個嘅睇法，就係即係喺呢一個時代裏面面對呢一個年紀嘅人咧，教會需要關注啲乜嘢，唔係話我哋將佢 stereotype 咗呢一個年齡嘅人一定係咁樣。即係如果我哋咁樣嘅話咧，就我哋其實就喺另一個極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Brian呢個嘅研究咧，其實係可以嘅教會嚟到分享啦，以至讓佢哋知道原來有咁樣嘅可能性，就唔係話係一個必然性。我相信仍然有一啲嘅初顯成人係好中意好傳統嘅方式嚟到學習。如果我哋全部都變晒好似呢個圖咁咧，可能又會走咗一啲人。OK， 咁所以其實同樣係嗰個嘅道理。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揾多一啲嘅機會去同特別係參與呢一個嘅清晰嘅培育嘅牧者可能主任老師啦、小組組長啦，其實係需要多同佢哋有一啲嘅分享，讓佢哋睇到呢個研究裏面我哋睇到啲乜嘢，會唔會有喺你哋嘅教會裏面都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咧？有其他嘅出現咧？咁我相信係正如天娜老師講啦，呢個係一個開始。我相信仲有更多嘅研究需要去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可以係一方面去同教會分享，另一方面亦都係去推動同教會去嘗試做下你嗰個嘅研究嘅啲文件嗰樣嘢，可以喺唔同教會裏面試下，去睇下有乜嘢嘢出到嚟，以至你呢一個嘅觀念可以即係越嚟越solid清楚究竟呢一個時代嘅初顯成人。多謝院長嘅回應。好，咁如果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今日嘅講座就結束嘅喎。咁咧首先就好多謝黃師傅。
好，咁咧將時間咧，我想請阿鐘牧師、鐘伯文牧師同我哋做一個結束祈禱啦。喺禱告之前咧，我都想講兩句，就兩句啫，真係。今日係我哋呢個嘅黃博士嘅生日啊！佢已經唔係初顯成年啦，即係佢生日入咗另外一個年。都係初顯成年嘅，初顯中年。佢心態上面仲係青年嚟嘅。其實我聽一路聽嘅時候咧，我一路有個感受嘅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只係着重咗喺某一個年齡層，我哋就好關心嗰樣嘢。呢度有邊個係做兒童嘅？好。我係我哋知啊，佢哋都知道，我係讀兒童心理嘅，喺我嘅第一個即係喺神學院第一個學位就係讀兒童心理，我係基督教教育嘅。我個老師係宋積思博士 Dr. Short。咁但係我退休之前我係做咩嘅咧？做老年工作嘅。咁到底兒童同老年有冇關係咧？青年同兒童同職青同家庭同呢啲有冇關係咧？其實我哋咧有陣時我哋太過着重咗某一個年齡層，而忽略咗嗰個共同性。頭先講咗好多嘢嘅時候，我好欣賞其中有一位嘅回應就係話，我哋都喺個 I 世代裏邊噶嘛。呢個世代係一個世代嚟嘅 ，a generation， 而唔係特定咗一個某一個年齡層。呢個年齡層只不過係多啲呢方面嘅表達啫嘛，所以如果你哋想教會裏邊能夠同樣有呢啲嘅嘢嘅時候，我哋需要係同啲老師們一齊嘅去學習。學習唔係淨係學生去學習嘅，教學相長，彼此牧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哋呢個世代係個個世代我哋都需要學習嘅。咁所以咧，即係。多謝黃博士，佢一個好好嘅一幅圖畫。你會係邊個人嚟㗎？你講乜聽？我以前可能係坐低嗰個嚇，咁將來可能係企喺嗰個白頭白色家咧嗰個。而家我問緊你，而家可能係影相嗰個，或者而家可能係上高抵住兩班。冇人冇頭髮啦，嗱呢度冇人冇有頭髮嘅。其實咧，我咁問點解？頭先佢第一個問我嘅時候，佢問一開始嘅時候，佢話你會係邊個？其實我自己係諗緊一樣嘢，我哋個個都係，因為如果我哋唔係成為一個真正嘅學生，其實我好中意神學生呢個字嘅。神學生係咩意思啊？係神嘅學生。唔係邊個老師嘅學生咁簡單，我哋係神嘅學生，我哋要學習上帝，所以容許我哋咧一齊都成為一個神學生，好唔好啊？我哋一齊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容許我哋去喺你嘅裏邊去學習，多謝你讓我哋喺唔同嘅範疇上邊，我哋有唔同嘅領受，又多謝你讓我哋可以彼此嘅分享。願你嘅靈親自帶領住我哋，讓我哋在未來嘅日子裏邊，我哋唔單止成為神你自己嘅學生，亦都可以將我哋所得到嘅與別人分享，一齊帶領更多人走呢條屬天嘅道路。主啊，我哋唔單止要 spiritual， 我哋更加要 religious， 因為我哋需要神你親自帶領住我哋，讓我哋唔好做一個盲頭烏蠅。讓我哋真係好好嘅喺你裏面學習，多謝你讓我哋有我哋親愛嘅同工黃建格博士喺我哋中間嘅分享，願你繼續嘅恩待佢，幫助佢，亦都使用佢嘅學習嚟到成為更多教會嘅幫助。我哋咁樣感恩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好，咁啊，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參加我哋基督教教神學院嘅講座。